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活像 B 吧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近期喺香港網絡好 hit 嘅節目《墨魚遊戲2》，同埋佢背後帶俾我哋嘅啟示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一個 YouTube 頻道試當真嘅節目可以引起咁大回響？開播半日就有過百萬觀看次數，網民由頭笑到尾，確實係一個好睇嘅節目。等我話你知，佢好唔好睇同好唔好玩。墨魚遊戲2係試當真頻道光榮結業前最後一個大型綜藝，揾嚟100位來自唔同界別嘅香港藝人一齊玩遊戲，陣容史無前例咁龐大。節目以 Netflix 韓劇《魷魚遊戲》為藍本，但係就加入咗好多香港人細個玩過嘅遊戲，好似狐狸先生幾多點、井字過三關等等，充滿親切感。節目製作非常認真，試當真宣稱用咗超過100萬港紙製作，而且冇揾廣告客戶贊助，場地、服裝、道具都好靚，剪接節奏緊湊，中間嘅情節驚喜又好笑，真係睇得出製作團隊好落心機。節目3大亮點，笑爆嘴又緊張。第一，遊戲設計充滿香港情懷同心理戰，好似井字過三關呢個遊戲設計得非常好，要考技術又要靠運氣，一次過淘汰大量人，好刺激。而傳紙仔環節更加係心理戰嘅極致，參賽者各懷鬼胎，互相試探，真係睇到大家好緊張。第二，參賽者表現精彩，綜藝感爆棚。今次節目有好多搶眼嘅參賽者，好似綜藝鬼才陸永，佢喺井字過三關中，因為係最後一位，人數唔夠開局，竟然符碌過關，連佢自己都忍唔住笑住話：最符碌嘅嘢就咁樣贏 OK。 之後喺傳紙仔環節，佢更加展現神級轉數，將炸彈紙仔成功傳咗俾人，自救成功，被網民大讚係心理戰術高手。仲有女團 Lolly Talk 8位成員一齊參與，雖然佢哋喺傳紙仔環節被陸永玩弄於鼓掌之中，但係佢哋嘅真心交同唔識扮識，製造咗大量笑料。網民都大讚請晒全團，雖然霸咗8個位，但非常有價值，有佢哋好睇好多。第三，跨界別合作，夢幻聯動。節目集合咗唔同年代、唔同界別嘅藝人，由前輩錢嘉樂、劉以達到 YouTube 界嘅熊仔頭、藍仔頭，再到歌手同演員，真係一個難得嘅體驗。有網民就話，不得不說錢嘉樂、農夫呢啲老前輩真係好識玩同講嘢。細個睇嘅藝人同而家中意睇嘅 call 放埋一齊，真係好夢幻。講到夢幻聯動，我不禁諗起香港嘅電視台、廣播台已經好多年冇再試過咁團結同合作過，大家各自為政，好少見到跨台、跨公司嘅大合作。但係墨魚遊戲2證明咗，當我哋肯打破隔閡，一齊玩、一齊創作，係可以產生咁大嘅化學作用，係可以製作出咁高質、咁受歡迎嘅節目。試當真今次不惜工本，臨執笠前花7位數字完成呢個壯舉，就係為咗證明香港嘅創作人係得嘅，未來係年青人嘅。試當真呢個頻道其實就係一班有理想、有諗法嘅年青人創立。游學修曾經講過，開台之初佢哋只有4人，製作工序土炮，好似家庭式工廠咁，喺佢慈雲山居所開工。但係佢哋憑住一股熱誠同創意，慢慢擴展到20幾人規模。雖然頻道最終要結束，但游學修最想大家記得嘅係，曾經有一班人這麼自由和勇敢，自由地勇敢，勇敢地自由。呢句說話好值得我哋深思。香港嘅未來係年青人嘅，我哋應該給予小眾和年青人更多機會和時間。有理想、有諗法嘅年青人應該得到更多鼓勵。佢哋可能而家仲係小眾，
佢哋嘅想法可能仲好自戀，但正正就係因為佢哋夠自由、夠勇敢，先可以創作出好似《墨魚遊戲二》咁精彩嘅作品。我哋作為觀眾可以做的就是支持同鼓勵，好似《墨魚遊戲二》咁，我哋可以用實際行動去支持、去睇片、去分享、去討論，等佢哋知道佢哋嘅努力係有人欣賞嘅。齊心協力，讓香港再發光。《墨魚遊戲二》嘅成功，唔單止係一個節目嘅成功，更係一個啟示。佢話俾我哋知，當我哋肯團結合作，肯俾機會年青人，肯支持小眾創作，香港嘅創作環境係可以好蓬勃，香港嘅作品係可以好出色。游學修話：試當真一定有好多做得唔夠好嘅嘢，但未必係失敗。同樣，香港嘅創作路上可能都會有唔夠好嘅時候，但只要我哋肯繼續支持、繼續鼓勵，香港嘅創作力量一定可以繼續發光發熱。希望大家睇完《墨魚遊戲二》，唔只係笑完就算，仲可以諗深一層，以後多啲支持香港嘅年輕創作人，多啲鼓勵佢哋勇敢嘗試。只要我哋齊心協力，香港一定可以再發光。多謝大家。